去到2025年11月19號跑馬地嘅賽事，今日咧就想同大家睇第一場4班1200米。呢一場咧就睇下隻2號馬大浪原田。咁呢隻馬咧而家咧已經係5歲㗎啦。咁佢喺嚟香港之前咧就喺紐西蘭兩出兩勝，嚟到香港咧要評67分。咁其實咧佢嚟到香港咧就唔係跑咗好多場嘅啫。咁嚟到香港嘅時候咧，淨係得一場咧就跑過第6，有獎金名次嘅。咁睇翻呢一場馬咧，其實佢都係留到最後跟跑啦。咁末段都係咁以追幾步咧就完賽嘅。咁然後咧，我哋再睇下今季季初咧，佢都係跑咗一場沙田1200米啦。咁一樣咧都係留到最後跟跑。咁當然啦，都係咁以推幾步咧又收工。咁我哋睇翻咧，其實佢季初嘅時候咧係做過一課沙田1000米集嘅。咁當時佢嘅表現咧，其實咧就係搶前放頭嘅，同佢出賽時候咧嘅表現咧就完全唔同。咁我哋睇翻咧今次咧嘅練馬師咧就安排咧，其實就除咗羊毛面箍，再改戴咗眼罩，咁就唔知可唔可以提升佢嘅專注力，令到佢出閘好啲，同埋改一改跑法啦。咁而家呢隻馬咧就5歲，評緊55分。咁如果要再減分先交代嘅話咧，其實咧我覺得又要等多一季。咁到時隻馬都6歲嘅，咁呢個安排部署咧就比較唔合理。咁所以咧嚟緊睇聽日咧都係跑一場跑馬地1200米嘅賽事呢，我哋睇翻預測完成時間表呢，其實佢嘅能力喺呢一組入邊最好嘅。咁再配翻呢之前跑馬地跑得最好嗰一次嘅梁家俊啦，咁再換埋配備，咁就睇下今場可唔可以交組好嘅表現啦。咁相信呢拎翻個位置呢都唔難嘅。